大家好，我係魏醫師。好多耳鳴嘅病人嚟到診所，第一句都會問醫師：出邊個個醫生都話耳鳴冇得醫嘅，叫我返去試下同佢共存，究竟係咪真嘅呢？好多人聽到呢句說話都會覺得好絕望，好似俾人判咗死刑咁。但係我反而會問返病人：咩叫有得醫先？如果你嘅定義係要100%變返完全安靜，一啲聲都冇，咁臨床上的確都好大挑戰，唔係個個都得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嘅定義係由原本嘈到瞓唔到覺，想打自己個頭，變到間中只有少少聲，完全唔影響你嘅生活質素，咁我可以話你知，絕大部分嘅耳鳴都係可以處理嘅。共存唔係叫你放棄，而係一種策略。當我哋將耳鳴由敵人變返做一個背景雜音嘅時候，其實你就已經康復咗一半啦。點解耳鳴咁難搞呢？好多病人會覺得耳鳴係突然之間出現嘅，所以應該可以一撳個掣就可以熄咗佢。但係實際上，除咗耳垢塞住咗或者急性發炎呢類嘅結構性問題可以好快解決之外，大部分嘅神經性耳鳴其實都係一種系統性嘅透支。咁我哋要分清楚兩個層次。第一就係結構性嘅問題，就好似零件壞咗，修好咗個零件，例如發炎或者阻塞嘅時候，啲雜音就會消失啦。但係第二個就係涉及到一啲神經線嘅問題啦，涉及到自律神經、焦慮、失眠，甚至乎係頸椎。可能你會話：醫師，如果係耳鳴咗幾年，醫得慢我都理解。但我嘅耳鳴真係呢個禮拜先至開始喎，點解唔可以睇一次就可以好返呢？咁我成日都同病人解釋，神經性嘅耳鳴就好似好多都市嘅慢性病一樣，例如長期嘅腰酸背痛或者代謝問題咁。佢唔係尋日發生咗一件事，今日就病，而係你嘅身體已經幫你頂咗好耐。長期嘅焦慮、壓力大、唔夠瞓、姿勢唔好等等。呢啲因素就好似一滴一滴水咁樣，慢慢滴入去一個杯度，直到有一日，最後一滴水滴咗落去，個杯水溢咗出嚟，你嘅大腦就會發出咗耳鳴呢個最後嘅警報。咁而大家都可以諗下，任何都市嘅慢性病都係一個積累性嘅問題。長期嘅壓力失眠其實就好似一張債單咁，一直喺度累積嘅。等到你個神經系統終於頂唔順，發出咗警報，你聽到嗰把聲雖然只有1個禮拜，但係呢個只不過係發病嗰一刻。其實疾病發展嘅過程比你想象之中要長得好多。你欠落身體嘅呢筆生理債，可能已經積咗好多年啦。而疾病嘅發展累積咗一段時間，積積埋埋嘅債就好難透過食1-2次藥就一次過還清嘅。咁所以喺治療嘅過程，其實係喺度幫你個系統減壓。我哋會透過治療配合埋生活上面嘅調節，慢慢將個杯入邊嘅水抽走。當水位去返安全嘅位置，警報就會慢慢收細啦。除咗還債之外，我哋仲要處理大腦嘅記憶。好多病友會問：醫師，點解我休息咗好耐，水杯個水位降低咗，把聲都仲未消失呢？咁其實呢個就係因為大腦嘅增益機制 gain control。大家可以想象下，當你嘅神經長期受損或者過載，大腦接收唔到清晰嘅信號，佢會以為自己聽唔清楚，所以為咗補償，佢會自動將個音量掣扭到最大。所以就算後來你休息好咗，身體壓力細咗，大腦嗰塊神經嘅電路板可能仲係習慣性咁樣放大咗個信號。呢度有一個好關鍵嘅真相，點解耳鳴會越留意佢會越大聲呢？咁其實我哋大腦入邊有一個過濾器，佢負責幫我哋擋住冇用嘅雜音。平時冷氣機聲、電腦風扇聲你就聽唔到嘅，係因為大腦覺得佢唔重要，所以就過濾咗。但係如果你每日都好擔心、好焦慮，成日都問自己把聲仲喺唔喺度啊？今日大聲咗定係細聲咗啊？咁你嘅大腦邊緣系統就會收到信號，覺得呢一把聲係一個威脅，係一個敵人。咁而一旦大腦將耳鳴定性為威脅，佢就會將呢把聲開咗個綠燈，唔單止唔過濾，仲會攞個放大鏡去監視住佢。結果就係你越留意佢，
大腦越放大佢就會越大聲。咁你越焦慮，個音量掣扭得越大聲，就會形成咗一個惡性循環啦。所以我哋治療嘅另一個重點，唔單止就係鎮靜神經，更加要去重塑大腦。我哋要透過治療同埋心理生活嘅調節，教翻大腦重新去忽略同埋過濾呢啲冇用嘅信號。當你唔再去監控佢，留意住佢，日日聽住佢有冇大聲，個音量掣先至有機會降翻落嚟嘅。有時病人治療到一半會產生自我懷疑，都會問我：醫師，我睇咗幾次，一開始好少少，但係之後咧進展就麻麻地，係咪我冇得醫咧？我想由神經生理學嘅角度話俾大家知，神經系統嘅修復係有次制性同埋修復閥值 threshold 嘅問題嘅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康復就唔係一條平滑嘅斜線，而係一條階梯。喺治療初期，藥物同埋針灸其實已經改善緊你嘅微循環，修復緊你嘅神經細胞。假設你原本嘅受損程度係100分，經過治療之後可能已經降到85分，但係因為你大腦嘅感知門檻係80分，只要一日未跌穿80分呢一個嘅 threshold，你主觀上都會覺得把聲係一樣咁嘈嘅。呢個就係點解你會覺得進展一般嘅原因啊。實際上你嘅底層生理環境已經轉變緊，只係未反映喺你嘅感覺嗰度。而我哋就會透過把脈、睇你綜合評估你嘅進展嘅。等到你嘅神經修復累積到一個臨界點，跌穿咗個臨界點，你就會突然之間有一日覺得，咦，把聲好似細咗、薄咗喎。但當你進入下一個階梯嘅時候，又會有一段時間覺得停滯不前。神經嘅康復就係咁樣，先累積微小嘅改善，然後跨越一個門檻，再進入下一個循環。所以如果你因為睇咗2-3次，仲未見到明顯嘅改變就中斷治療，咁就可惜啦。因為可能你已經去到81分，差1分就過咗個門檻。呢個時候放棄就等於臨門一腳之前退場。而神經重塑往往係需要時間去沉澱同埋改善嘅，都唔係一步登天㗎。呢段時間就係正正你身體儲力喺度努力跨越門檻嘅關鍵期。而第二樣嘢就係點解會反彈呢？神經性耳鳴其實同你嘅自律神經系統係緊密掛鈎嘅。當你遇到壓力、休息唔夠，甚至乎天氣轉變嘅時候，你嘅交感神經就會變得興奮，令本來已經穩定咗少少嘅聽覺信號就會再次變得敏感，又會嘈啲啦。咁呢種其實就唔係退步，而係神經系統喺重新建立個平衡過程之中嘅穩定度不足。大腦要忘記一個長期存在嘅錯誤信號，係需要透過不斷重複嘅良性刺激，即係我哋嘅治療去覆蓋。如果因為短期嘅波動就中斷咗個治療，神經系統就會好快退返去原本個病理路徑。所以每次覆診，你記得話俾醫師知你嘅感覺。你嘅反饋都好重要㗎，例如你可以同醫師講最近睡眠嘅改善狀況，情緒有冇放鬆啲，反彈嘅頻率係有幾多。醫師會根據你呢啲實時嘅進展去調整用藥同埋針灸嘅方案，去幫助神經慢慢穩定。沮喪係非常正常嘅情緒嚟嘅，但係醫理話俾我哋知，神經重塑係需要時間去沉澱。只要大方向係向上改善緊，呢啲短期嘅反覆其實係康復過程入邊嘅必經階段。講咗咁耐，到底有咩實際嘅方法可以幫到大家呢？既然神經性耳鳴係同生理債同埋加上大腦嘅放大器有關，咁我哋解決嘅方案就要雙管齊下。首先就係一個硬件上面嘅修復，我哋一般都會透過針灸、中藥去活化個微循環，修理受損咗嘅神經信號。呢個動作咧就好似幫個水杯抽走啲水。再配合姿勢矯正、生活嘅調節，還返部分嘅生理債，從而去減少神經嘅過敏反應。而更加重要嘅就係軟件嘅重塑。好多病友聽到共存呢2個字就好反感，覺得冇得醫，叫我死心。其實共存就唔係指冇嘢可以做到，呢個過程喺醫學上就叫做習慣化 （habitation）。點解要習慣化？點解要聽白噪音呢？咁我用一個蠟燭嘅比喻同大家說明。想象下喺一間黑掹掹嘅房入邊，點一支蠟燭，嗰個火光就會好刺眼。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安靜環境之下嘅耳鳴嚟嘅。咁但係如果你開晒全屋嘅燈，嗰支蠟燭雖然都仲喺度，
但係你已經唔會再留意到佢，佢都唔會再影響到你覺得佢好殘眼啊。好多人以為聽白噪音好似雨聲啊、流水聲等等，係要開到好大聲去冚住啲耳鳴，呢個就係最常見做錯咗嘅地方。我哋聽白噪音真正嘅作用，其實唔係要遮住啲耳鳴聲，係要幫佢減少嗰個對比。就好似開燈咁，製造一個背景嘅環境，令到大腦覺得個耳鳴唔再突顯。點解唔好完全遮住佢呢？因為如果你開到好大聲，令到自己完全聽唔到耳鳴，你個大腦就會進入咗一個警戒嘅狀態，好似一個好勤力嘅偵探咁樣，不斷喺個背景入面揾把聲去咗邊。一旦你熄咗白噪音，大腦揾翻把聲出嚟，佢就會彈出嚟，變得仲大聲、仲嚇人。所以正確嘅做法係聽住少少白噪音，同時留翻少少耳鳴聲，令到耳鳴聲係一個若隱若現嘅狀態。呢個過程係要訓練你個大腦，將耳鳴歸類為好似冷氣機聲啊、風扇聲啊、電腦聲咁樣冇用嘅雜音一樣。而當你有一日發現，雖然留心聽嘅時候把聲仲喺度，但係你已經可以照常瞓覺、照常做嘢，唔再覺得煩躁，大腦個音量掣自然就會慢慢落翻去。而共存嘅目的就係令耳鳴唔再影響你嘅生活，而唔係叫你自暴自棄。最後想同大家講幾句說話，我都明白每日24小時都嘈，要忍受嗰種聲都真係令人好崩潰、好絕望嘅。咁大家要換個角度諗，其實耳鳴係俾你身體嘅一個警報器，佢係提醒緊你嘅身體已經超載，你嘅神經系統已經太攰啦。佢係叫你係時候要停一停，愛惜下自己，調整下你嘅生活節奏。而喺耳鳴嘅治療方面，我哋唔係要同把聲死過，因為你越想去消滅佢，佢反而會越大聲。我哋要做嘅係要透過治療去幫你還債，透過生活嘅調節去幫你減壓。安靜嘅生活就唔係一朝一夕就可以翻嚟，但只要方向正確，俾啲耐心，大腦係會有能力去重新還原一個安靜嘅環境俾你嘅。如果你喺治療路上覺得好辛苦，要記住你都唔係孤單一個，俾多少少耐性，康復往往就係你堅持多一步嘅地方。咁我哋一齊努力，大家加油！如果你覺得今條片有幫到你，記得俾個 like、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。Mana Healthcare 之後仲會有更多健康資訊同大家分享，希望可以成為你維持健康路上嘅好同伴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！